在地新闻来关心台中。昨昏是发生火烧厝，警方调查了后，发现讲是一个姓杨的厝主含人有这部纠纷，提厝去抵消了后，新的厝主含律师要来点交，发生冤家了后，伊想袂开，才放火。乌烟一直为这间人家厝的一楼问出来，在台中市大雅雅丰街一间3层楼的人家厝，10日下晡3点左右传出大火，附近有看到民众讲，有人为2楼跳落来，分数有大火。全身有着火，全身着火，烧得很严重吗？也还好啦，什么地方烧到？脚而已啦。脚，哎呀，他下来有没有喊什么？救人哦，救人！台中市消防局出动12台消防车，53个人去拍火，火势伫3点15分拍花。伫迄间厝内底发现有3个人已经明显死亡。大雅分局表示，初步了解是一个姓林33岁查甫人，伊要买这间厝，查出来的人甲律师来甲原地厝主，也就是姓杨58岁查甫人点交。伫过程当中，哪像起冤家，原地厝主不满对方甲吹，怎破气又放火。新的买主带着律师来做屋况的现场点交。那在点交过程当中，据目击证人有谈到有起争执。那后续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火灾情势发生。警方表示，这个哪像放火的案件，造成姓杨的查甫人、甲姓林的查甫人因仔姊，还有姓尤的律师死亡。也那姓林的查甫人因为窗仔门跳落来，分数顶有40拍2度烧着伤，意识清楚，送台中营总急救。专案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。也那详细导火原因，也要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